特首選舉嚴重失控，梁營求勝心切，黑材料轟炸火力猛烈。一場本來預定選舉可以有競爭嘅人民內部矛盾，隨時演變為候選人刑事牢獄之災嘅敵我仇恨。曾鈺成臨危披掛，掩護搖搖欲墜嘅唐唐報名入閘，即是化危局於活棋嘅一着。曾鈺成半途殺出，與唐唐見中聯辦後，朗稱表示堅持競選係對梁營嘅重大打擊。特首選舉嘅民望因素雖然重要，但有人在無限拔高，假戲真做，以大民調在外，威脅小圈子以內，令人擔心。唐唐只係一名受薪演員，開拍一出功夫片，本來依照劇本，雙方虛晃幾招，先拍幾個鏡頭就收隊，擇日再拍下一場方分勝負。一定應該企出嚟，俾香港人多一個選擇嘅。所以我就今日向各位宣布呢，我係決定參與2012年嘅行政長官選舉嘅。豈料其中一個將嗰個細皮白嫩嘅唐小生打到嘔血，觀眾當然覺得值回票價，掌聲如雷。但明星簽咗約，片酬雖高，但係冇講過要賣命噃。我自問係廉潔。所以編導要高聲叫咳啦，立即為傷者做人工呼吸，同埋立即改劇本，並叫曾鈺成 stand by 嘅理由啦。梁營不顧人道，恐怕亦都要付出代價。提出充滿負面嘅攻擊，作為香港人，我好痛心。我歡迎曾鈺成先生參選，我好尊敬佢嘅。如果我同曾先生競爭，我相信一定係君子與淑女之爭。曾鈺成就話繼續認真考慮係咪參選行政長官，不過就否認係中央欽點。你哋覺得中央而家欽點咗我咩？係咪？如果中央欽點咗我，而家我就嗱嗱聲就報名啦，咁啊唐英年就唔會去報啦。最初大家話中央嘅欽點咗唐英年，係咪？咁如果你話換馬換咗啦，君子與淑女之爭係煙幕，喺港人嘅恐共症未全部消除之際，換上一個有政黨背景嘅港人嚟統治香港，中央可能只係試水溫，測試港人嘅接受程度。